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16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在日本、香港、泰国、越南拢出现病例，疾管署也甲中国武汉列作是旅游第2警示。陆区的竞标在今日第1阶段结束，总标金来到1380亿，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Foodpanda 的外送员因为保安公司甲因讲清水，在今日各地头发起罢工行动。新闻一开始，咱做伙来关心到咱的健康。中国武汉发生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近地越南也发现2个类似的病例，而且在日本也发生1个受感染的病例。好在在经过治疗，也已经平安出院啊。中国武汉爆发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到即马分别伫香港、泰国拢出现真相共的病例。日本即马嘛出现头1个感染病例。昨日、我が国で初めて武漢市への滞在歴のある方1名に関し、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が陽性であることが確認をされました。なおこの方はすでに退院を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聞いています。这是日本头1个感染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日本媒体报道，这名30多岁中国籍男子到武汉佚佗的时阵，伫这个月初3开始发烧，初6等去到日本到病院检查，为初10开始住院，经过治疗恢复健康了后，15号就出院。因为这款肺炎的患者真侪人拢去过武汉市中心的海鲜市场，也毋过日本这名患者煞无去过，怀疑是伫中国捌甲患者接触过。日本政府要调查患者伫中国捌去过所在，因为即马拄好是中国春节的交通运输期间，对日本出现这个病例，专家强调，目前这款肺炎甲流感佮有满无共，并无人甲人相位的确认病例，呼吁民众免伤过紧张。日本政府嘛加强机场的检疫。From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is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potentially among families, but it's very clear right now that we have no sustain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另外，越南的中部岘港国际机场17号嘛发现2个疑似病例，因为这2名病人拢是为中国武汉来的。越南政府嘛对2名病人采取检本送去检验，嘛建议观察治疗。记者陈世东报道。讲到中国武汉的肺炎，已经和世界卫生组织认定，在一寡情形之下，人甲人是会互相传染的。咱台湾也派2名防疫专家去武汉了解情形，发现这寡病人有7成是去过海产市场，其他3成为什么会受到感染，也搁爱调查。另外，在泰国、日本也出现讲无去过海产市场的病例，疾管署也宣布讲武汉该列作是第2期的旅游警示。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起国界关注。台湾派出2名防疫专家，第12号半暝11点到武汉，33号到乌堡武汉市疾控中心听相关疫情调查，讨论流行病学。14号是去病院了解病人临床表现，当政府也建议病房的监控作为，并且甲当地官员做了解了后，才知影2件是家庭集体感染案例。第一起这个夫妻档的这个部分因为丈夫本身在华南海鲜市场有工作，那老婆其实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是不会去市场的。而且老婆的发病是在老公发病5天之后发病的，有可能其实是在这个家庭内发生了这个传染。第2起家庭聚集，因为这3个人他们都是在海鲜市场上班，而且发病日都相距在2天之内，可能认为他们还是共同暴露在市场。目前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由原维持41例，其中已经出院7例，重症6例，死亡1例。专家表示，这41名病例中有7成有海产市场暴露史，另外13人无。也毋过，这些人的感染来源也阁犹太厘清。目前大陆方面也积极做动物检体采样，同时发出的信息包括2019新型冠状病毒排除武汉到人传人，疾病潜伏期可能2礼拜，感染源不明。也毋过，这个疾病病情比 SARS 可能要加观察一段时间才知影效果。到目前为止的感觉上是说，病程的进展是比较慢的，好像是相对死亡率比较低的那种感觉。因为近期泰国、日本小连续出现包括华南海产市场的确诊病例，加上感染源也无厘清，所以疾管署宣布，这一起提升武汉市旅游疫情建议到第2级警示。目前被管制武汉大商会台，不过若是有武汉旅游署回国了后14天出现呼吸道镜头、发烧等，都要赶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关心咱台湾的科技发展。台湾的5G 竞标第一阶段在今日揭标了，总标金是1380亿元，其中上届抢先黄金区段3.5 GHz， 中华电信是用到456亿元得标，摕到上济频宽有90 MHz， 不过亚太电信是无得标。NCC 也宣布讲，到后个月2日才会举行第2阶段的竞标。经过27天261届竞争，台湾第一波5G 竞标大战第一阶段总算结束，创下总标金1380亿8100万的纪录，嘛超过2013年台湾头一届4G 竞标的标金1186亿5000万。因为频率愈低，其地带涵盖率的范围就愈宽，所以真正的黄金区段3.5 GHz 嘛变做大家小争的所在。中华电信约标价4560亿7500万，摕到上济90 MHz 频宽。湾团是摕到80 MHz 标价406亿，台湾大哥大摕到60 MHz， 台湾机车得到40 MHz。亚太电信是退出竞标，嘛是这场竞标大战会当结束的重点。这个频谱释出就是270 M， 本身不够这5家来拿到大频宽，所以也一再呼吁要合作，要理性。那当然，今天看得出就是有业者退出，那么已经选择合作的路。虽然无标到，不过亚太电信表示会来甲标到的业者讲合作的部分。若是28 GHz 频段的部分，中华电信也是上济摕到600 MHz， 湾团甲亚太分别摕到400 MHz， 台湾大哥大是摕到200 MHz。若是1800 MHz 的频段，是无任何业者来标。这届5G 竞标启用工作是失去控制，不过外界嘛烦恼讲竞标金收悬，敢会影响5G 开始的时阵造成真悬的月费。我们都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消费者的部分，我们会继续延续伺机这个所谓的直优价廉的这个精神。2月21号的位置竞价的程序，那在意向书如果他们的频段都是没有重叠的话，那这是他们达成协议的。NCC 指出，各间业者所得来有7天的协商期，因为佫拄到旧历过年，所以后个月2日才会举办第2阶段的位置竞价。若是讲早起协商无结果，频段有中华的状况，下晡会采取一回合的竞标。由金额相关的人标着，到时阵一定佫会引起另外一场的竞标大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美贸易战经过1年半时间，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今仔日伫北京正式签署第1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也答应讲，伫未来2年内会甲美国买2000亿美金的商品。另外，美国甲中国商品加扣关税限制，要达到第2阶段的谈判才会甲因撤销。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行上中台，美中贸易战18个月了后，北京伫美国时间15号举办仪式，正式签署美中第1阶段贸易协议。这场仪式甲过去无同，有75分钟，佮邀请200人出席。Today we take a momentous step, one that has never been taken before with China, toward a future of fair and reciprocal trade as we sign Phase 1 of the historic trade deal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川普强调，这是历史性一天，美中斗阵修正过去错误，替美国劳工农民带来更加好的未来。伊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偌久就会访问北京。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who is watching as we speak, and I'll be going over to China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to reciprocate. 刘鹤这宣读习近平的批，表示虽然中美的卡步无共款，不过在和平甲互相尊重基础之下，斗阵达成协议。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这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我愿与你保持密切的联系。第1阶段贸易协议，中国答应未来2年向美国买2000亿美金的商品。中国企业卖伫未来2年，一年卖400亿美金的农产品，美国会强迫中国，遂做出重大的经济改变，亲像要求中国减少对企业的不公平补贴。不过，美国对3600亿美金的中国商品扣未出发性关税，嘛暂时保留，会等到第2阶段谈判完成才撤销。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中美贸易战已经有签第1阶段的贸易协议，不过中国答应要甲美国买2000亿美金的物件，以及着结构性的改革。
外界也质疑讲是要安怎做较够呢？另外，伫第二阶段协商是要处理国营企业的补贴问题，美国总统 Trump 也用关税做施压的工具啊。签完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了后，川普甲老叶一行人斗阵正中道。伊讲，这项伟大协议，互两个国家团结斗阵。协议的价值远超过2000亿美金。第二阶段协商也真紧的开始。But right now,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the best it's ever been. 这份96页的协议内容包括智慧财产权、技术转移、农业金融服务、汇率甲货币，也有前端解决机制这7大项。中国方面，今年明年2年也扩大来采买价值2000亿美金的美国能源甲农产品、商品甲服务。不过所讲的改革并无附带实质方法，扩大进口规模比中国去年的采购力较大。而上有问题的国营企业补贴也延后到第二阶段，一个讲，是毋是法度来落实，变数也是真多。The administration is certainly going to claim this as a win. They are getting a commitment for a $200 billion increase in imports into China. The structural changes that would need to happen to really change the position of the U.S. industry towards China, that hasn't been hammered out. The major underlying issues with regard to pred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practices, Chinese government subsidies, those largely remain untouched.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苏密批评川普和北京讲无清楚的话术骗去，必须回头甲头一阶段协议重新讲好，彻底解决修正国营企业补贴这关键缺失，若无甘愿无这份协议。而川普是甲关税正税牵制中国信守答应的条件，为改变要对中国2500亿个商品扣25%顶发型关税，另外部分商品顶发型关税对10%降到7%。President Trump's strategy was exactly right. I think tough tariffs brought him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I think the tough tariffs hurt their economy and made them much more amenable to a good deal. 而贸易以外，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差异也未就此来停止。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正计划进一步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最近会颁布新的规定，将外国出口予华为的零组件内底，美国技术含量上限对25%降低到10%。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在下晡召开法人说明会，公布第4季营收有超过3172亿，是过一季上盖悬的纪录。另外，也有外国媒体报道讲，美国会对中国华为出手，管制会变更较济，会影响到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也讲，这是一个错误消息。另外，访问到美国敢有对因施压力，台积电说是讲，所有出货拢会遵照法律规定。Happy New Year, everyone. 下晡台积电总裁魏铁家、董事长刘德音做伙出席发说会。去年第4季营运交出真好的成绩单，合并营收超过3172亿新台币，年增率9.5%，创过一季营收上悬的。累计2019年营收超过1.699亿，年增率3.7%。While foundry industry growth is forecast to be about 17%, for TSMC, we are confident we can outperform the foundry revenue growth by several percentage points in US dollar terms. 台积电总裁魏铁家强调，讲今年资本支出是要甲150亿至160亿美金，各创历史新高。因为伫咧5G 的影响之下，客户对先进制程的需求较济。不过外国媒体报道，最近美国会对包括台积电以来华为的供应链设个较济限制，可能会冲击营运。We are everyone's foundry. We has been and we will follow the law and regulation. Every product is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ir content. So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describe to you generally what is the content percentage is. But I can just tell you that whatever you read on newspaper is not true. 虽望刘德音反驳美国压迫的讲法，不过最近台积电的股价表现已经去受到影响，昨日收盘股价收伫咧334.5块，落5.5块。挑战市价超过9条失败，因为传出美方的华为禁令相关产品，包括美国技术含量的比例，拄即卖阶段25%，会修改到10%，嘛有可能因为安尼，互台积电转换去美国市场。那目前还是正在这个评估了。那但是这个 economic 还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说成本有进一步降低的话，也是不排除这个市场的可能性。我们就一直没有排除。
毋过法人对台积电的表现也是感觉真乐观，认为高阶制停也是业界指标。台积电嘛强调讲，伫咧美国政府还未正式公告华为限制令的进程，真表示伫发展5G 技术的华为也是台积电真重要合作伙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的环状线捷运，车高交通部有去勘查，也提出21项爱改善的部分，其中有6项已经在对外运作之前就已经完全改善了。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会甲台北市长郭文德讨论通车的日期，上紧会当在过年之前就会当互民众去试坐啊。车厢内底上黄色甲白色配合的较明显的路线，一般为佮用深色甲浅色两种黄色做设计。深蓝色破坏车分别设置伫门边各一个，后续旅客一上车就当直接坐落去。新北环状线车高由交通部完成理勘，并提出21项爱改善事项，其中有6项伫营运前爱改善的拢已完成。再起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了后表示，改善工本应送交通部，但国民党市长等来台湾了后，讨论通车日期。在农历春节过的第一天，或是农历春节的结束假期的前一天，这些小缺点，我能够在哪一个时间点把它改善完毕？2009年开始动工新北环状线甲本五线同款，拢是无人驾驶中运量捷运系统，全线拢是伫咧新北市。14车站有8个，会当选择其他捷运路线。其中新北产业园区、大北南、金安甲头前庄，阁设置音乐走廊。那新北产业园区规划一般登记，行李托运服务卖地通车了后，到店开通。在开放以后，我们会同时的把一般登机、行李托运这一项的服务把它做到位。当然，目前可能先采取人工，渐渐的我们把它改进，用很快速的自动化来做一个转运服务。侯友强调，上近19将开放，逐工早起10点到下晡4点，后民众免费试坐1个月。记者综合报道。对着我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4年前，台南的医院大楼因为地动倒去，造成115人来死亡。往生者的家属甲受灾户，伫尾啊做伙提起爱赔偿35亿的团体诉讼。在今仔日，台南地方法院针对建商5个人，判因爱赔7亿1千万。工人继续施工，要将新大楼起到15楼悬。105年2月伫地动中倒去的台南永康维园大楼，原址正伫咧重建，预计明年完工。受灾户的民事官司，16号也总算有第一件判决，154人透过消基会向建商5人要求赔偿35亿。台南地方法院判赔7.1亿。应负业务上之过失责任，造成维冠大楼倒塌，使房屋损坏加速、家具及伤亡增加之原因，造成死亡或伤害。这个项分成损害赔偿5.8亿，加乘以5倍的定发性赔偿29亿。法院根据损害量算，判被告赔偿4亿外，定发性赔偿只判2.9亿。因为认定被告只是过失，依消保法，定发性的赔偿爱伫损害额1倍以下。过失的致死，他不是用那个故意的来判决，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因为这个惩罚性的赔偿金的这个倍数的问题。消基会认为应该以超故意致死判赔3倍，会个评估敢是上诉，也毋过也有受灾户认为，无管判偌济拢提袂到。因为对方也已经申请脱产了，所以今天就算判个50亿、100亿，对我们来说，根本我们也是不会拿到实质的赔偿部分。但我们觉得我们的重点应该要摆在灾后的重建。当初相关人财产价扣也只有7000万，判决也提起5名被告现有的财力可能连损害赔偿拢尽派全数提出来，也毋过委员拢总有5件要求赔偿案，包括1件犯罪被害补偿金、1件刑事附带民事求偿，以及2件国赔案，也有超过40亿的要求赔偿金额，正由法院审理。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做伙来关心着劳工的权益。美食外送平台富片达甲外送员降薪水，本地接一张单会当赚70块，煞变做是60块。在今仔日，因做伙发起罢工行动，伫台北邀一寡外送员下晡透过劳动局甲公司进行劳资争议调解，因也提出拒绝先出钱，爱甲承担制度做甲到等等的5点诉求。
富平达60外外送员穿着制服，骑着机车，一号到台中市府。不管总公司片面调整薪水方案，原本对一个单70块减到60块，减薪幅度达到2成。尤其是台中中华这地区单价敢若剩57块，所以讲16结合大家来扒送买接单，全台各地都有外送员响应。连我们基本赖以为生的基本薪资都要砍到这么低。等于说我们一天好扣掉油钱，根本也没剩多少钱。如果你一个月跑1000单好的话，大概实际是领8万多嘛。那如果你现在跑1000单的话，大概实际都领大概6万多而已。外送员感觉考试是富平达多方面定调双方是承揽关系，却是无法度甲业者有平等的关系。因批评调整薪水无事前来沟通参详，劳健保嘛爱家己开钱，找职业工会来投保。一直减，公司政策一直改，然后我们也没有劳健保，我们等于说是用生命去换这些钱来的。加上富平达现金参会，代付制度互外送员控诉，有当时家己爱先付4-5万互业者才会到接单，这种互外送员挡袂牢，透过网络来串联抗议。地点转到台北市劳动局绑架办公室，去年底已经向官员定情，有较无合理的外送员，大好选定16下晡进行劳资争议的了解，趁这个机会表达积了真久不满的心声。减薪是一个爆炸点啦。第一个，我们绝对不预除，好，希望熊猫这边可以在过年前把它解决，不然之后我们过年大家一起存那个钱是很可观的。再来，希望他们可以完全符合台北市外送员平台的自治条例，好，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希望他确实落实承揽这件事情，如果他觉得他是承揽的话。劳动局表示会尽量促成业者听取劳工的诉求，就减薪的部分，建议外送员提出劳动检查，才有法度进一步认定。业者书面表示已经建立调解庭书，会继续来参详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不满台中港务分公司甲105号码头对外招商改做是专用码头，会害到300外工人无饭碗。台中市码头冲突装卸职业工会在今仔日发动600人去抗议。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讲，除了甲公开招标选业者以外，也会甲劳工权益做伙评选。不过工会也感觉讲，因的权益有受损。数百位码头工人抱着布条、摕着抗议标语，一路行到台中港务分公司，大声发挥买保障工作权，事后破红色色料，也佮将抗议的观察公害。工人讲生活受到影响，就连观察本伫要保袂牢，也不满台中港务分公司拍算对外招商，将105户公用码头发包予着厂商经营。原本装卸卫生的工人，薪水恐惊少到1半以上，生活受到影响。码头所有的拖单拢计是伫105、104才会当做，别位都袂当做啊。你如果说要把这个开换，你就再开换一座公用码头，让我们现在在那边作业的那个码头工会的会员可以一个舞台嘛。工会表示，台中港的101至105号码头，前3座是台电专用104号码头，也标出去作为劳团码头，只剩105号码头作为公用。若讲这个码头也被改成劳团专用码头，未来将由航商控制市场。工会烦恼，业者为了省成本，将会大量使用派遣工，将影响数百个装卸工人的生活。这里的码头工人当然是会怕，他们都是师傅级的，然后到时候真的是招标出去了，他们以后到时候。人家请的就是随便那个单工那个就可以请得到的。那港务分公司的立场大概也没办法，限制说，潜在的业者连参与竞争的机会或是可能性都没有。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因为拖团增量业务也是伫台中港，无法度限制业者参与竞争机会。目前已经伫去年12月举办招商说明会，照落来办理公开招标，除了鼓励现有的业者参与，也会将劳工的权益纳入评比。不过，工人也是烦恼生活，爱台中港务分公司提出商议协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工厂管理辅导法在其中的特别工厂登记的规定，经济部第15公告讲，会在今年3月20日来施行。全台湾有45000间起伫农地工厂，伫2022年3月19以前申请登记特别立管，若无在时间内登记，就会去用拆掉。
立法院去年6月份3读通过工厂管理辅导法部分修正条文，针对农地即马已经有的低污染的无登记工厂，锁定2年内申请立管。相关做法，经济部十部公告，全台45000间农地工厂正式立管。特别工厂登记申请，会伫2020年3月20自发生后开始算2年的申请期间，也就是讲2022年3月18之前，需要完成特定申请的规定。按过2016年5月20日后成立的无登记工厂，拢不准合法，随步随停。就是规定说实施之后的2年内，他一定要来这个列管。那如果没列管的话，他就是连未来他想要来申请转换，他都没有资格了。另外，港府法相关做法针对不是低污染、不得转正的事件，文为原本认定36项，增加到52项，新增加链啊、强化玻璃、有办红毛图、干物用电子供电。另外，这摆针对制定规定，冇严格规定，包括脱脂生产电动或者是样机处理制定者，嘛不得合法。按过权员表示，污染的标准认定是经济部，烦恼会对业者放行，未严格执行。像上一次的工厂管理辅导法33条、34条的混凝土啊，然后铸造业啊这些。然后就直接通通再把它从所谓的中高污染变成说，它都没有污染，低污染，经济部门会不会又再一次的大放水？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民间团体后续要持续的关注跟在意的事。另外，港府法毛病定无适合设立工厂的区域，包括农产业军事地区、特定水土保持区、河川区域、高级保存区、温泉水头，拢总28区域，未当立管转正。业者申请特定的时，需要证实不是伫个无适合设立区域，才能申请立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伫澳洲的东花16迄天是落大雨，这阵雨有可能会落到拜6礼拜，希望会当甲烧4个外国野火完全甲拍花。不过专家也警告讲，这阵大雨水有可能会害到做大水，有影是有一好无两好。雨一阵一阵滴伫zar风玻璃面顶，对澳洲新南威尔斯野火重灾区来讲，这是一份万来的新年大礼。澳洲东花16开始小连续落大雨，根据气象预报，即届的雨会一直落到拜6礼拜，烧4个月森林野火危机总算会当小气喘。澳洲即届的森林野火，无论是规模还是小连续的时间，拢是毋捌看的，总共有28人无命，估计有超过10亿只动物死去。而且期间嘛真罕哩落雨，雨状况是更较困难。即马开始落大水雨，希望阁会当控制火势，或者是甲其他野火拍花。澳洲野火嘛，互数量无甲200丛的国宝级高松树，活落卖松树变甲真危险。政府表示已经派出特种消防队来加强保护，像讲出动灭火回燃机、建立灌溉系统来补充水分等等即寡方法。Well, these pines outlived the dinosaurs, so when we saw the fire approaching, we realised we had to do everything we could to save them. 除了消防队员，这只防雨水救人英雄的狗嘛变做新闻重点。伊是无尾熊侦测犬泰勒，负责去防小过灾区，超找抑个活的无尾熊。To date on the fire grounds, Taylor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locating 8 animals. Some of them have gone into the Koala Hospital here in Port Macquarie for treatment and ongoing care. Others have deemed to be safe, fit and in good areas. 虽讲野火的危机可能暂时解除，不过专家警告，风雨可能会造成水灾或者是水崩山的灾害，政府嘛应该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在2012年，伫南极的巴西研究站，予大火烧起，经过重建了后，10个正式启用，也因为外观真实行。纽约时报也讲，这是世界上上界派的建筑物。菲拉斯小号南极站位伫乔治国王岛的凯勒半岛上，这是巴西设立南极的研究机构。深色的厝顶搭配在地天然环境，头前有水，后壁有特色客观的布，会互人就是看到的是艺术博物馆，也是精品酒店。Plano de ação da ciência antártica para o Brasil até 2022 terá melhores condições para desenvolver programas científicos que aumentem a participação brasileira。不过，当行入基地，就会发现内底其实就是设备真新的城市，会当起伫南极的建筑。上重要就是当下条真歹天气，互伫遮进行研究科学家有法度生存落去。Com 17 laboratórios de pesquisa, cujo formato e linhas
新的基地占地4500平方公尺，所在面积更较大，内底设备也更较安全，也有一座直升机停机坪。之所以会当有大改造，是因为2012年巴西南极研究基地发生燃料外泄，引起大火，70%被烧害，也佫造成2名军官死亡。巴西政府2015年展开重建工程，开1亿美金，相当代表29.9亿。负责设计巴西一间建筑师事务所，将更较新的材质、营运效率、能源比感、更较耐用等元素融入，希望让真侪科学家会当有更较舒适的研究环境。启用了后，科学家未来会将研究重点更较注重伫气候变迁、地质学、生物科技、冰川学、微生物学等领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科学家在日前有一项上新的研究，是利用细胞做一个活体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会当入去咱人的身躯内。科学家也希望讲，一寡活体机器人会当运用伫医疗甲环保领域，做更较有路的代志。画面中，这正在山顶动的红色生物体是全球头一个活体机器人。科学家对非洲的长脐胚胎提出干细胞了后，透过超级电脑演算，模拟生命演化过程，创造一个全新的生命体。负责研发的美国霍宾德大学甲科夫兹大学研究团队，13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刊发表这项的成果。The heart cells, which pulse at a regular beat, and we have the passive skin cells. Computers take these two different cell types and they stick them together in different arrangements, different structures, very much like Minecraft or a child building a structure with Legos. 外表甲传统机器人完全无同，伊是用电脑程式编写的生物体，宽度无到1公里，能进入人体内底。用行路也是受水方式来锁定动，而且若是被破坏，也有法度自我修复。在无食物件的状况下，因靠着家己的脂肪质甲蛋白质存活1礼拜以上，死亡了后变做死皮细胞，不过因无法度脱死也是进化。And they could be designed and deployed inside of our bodies to seek and destroy microscopic cancer cells. Of course, that's very, very far off from where this technology is now. 另外，科学家表示，未来透过程式编写甲机器人应用在医学甲环保方面，亲像会使找到药物进入人体内底投药，清理放射性废料，伫海洋内底收集有毒的塑胶微粒，甚至改变也是破坏癌细胞分子组织，延长人类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三军统帅总统蔡英文16透早先到新地的空军基地参加新建营舍的启用典礼。致辞的时阵，伊也讲到，伊是用到新一名总长的精神来主持落成典礼。虽然新总长无法度出席，不过伊的精神会永远留伫遮。锣声响起，也有人塞团。新竹空军基地新起好的营舍启用典礼正式开始。正做三军统帅总统蔡英文主持典礼，视察第48换分队，也有空勤的生活区。这项工程也是新一名参谋总长过去伫咧做空军司令的时阵，积极推动的计划之一。今天的启用典礼，虽然沈总长没有办法出席，但是希望各位新竹基地的弟兄姐妹知道。这是沈总长为大家争取的建设，大家要记得他的努力，也要传承他的精神。结束视察了后，总统蔡英文去桃园陆军机部269旅高山顶的营区视察国军战备部队、反空机港部队。肯定国军保卫国家的能力，总统蔡英文也发春节的加菜金表示感谢。那么从我上任以来，不仅极力推动国防自主。加强国军整体的战力，也帮国军汰换新式的各装，那么提升单兵作战的力量，要让国人同胞对国军的战力强有信心。我相信，也诚恳的希望各位一定要以身上的军服为荣。我向各位保证，下一个4年，我会带着大家做更多值得社会肯定的事情。总统表示，照顾国军的兄弟姊妹，提升军人的尊严，是伊上界重要的责任。伊强调，守护国家安全是规年烫天无咧休假的。提起伫咧春节假期爱值班的同仁，一定爱拨时间打电话，甲厝内底的人讲一声新年快乐。记者阿敏、金田玉水、王兴忠、新竹通报道。
咱继续来看咱英勇的国军，海军在今仔日伫高雄进行演训，模拟公车和恐怖分子劫去的情形。海军陆战队特勤中队也出进步，将人质救出来。另外，日前乌鹰直升机虽然有发生事故，不过空军相关战备甲救护任务也是在继续。也破送在2月要举行乌鹰直升机的升军典礼。模拟恐怖分子劫公车，海军陆战队特勤中队接到命令，就随出任务要救人质。直接赛车甲公车砸落来，特勤中队甲恐怖分子对射，伫咧狙击手的暗号，队员随甲头门拍破，进行攻坚，顺利甲人质救出来，护送抽替。特勤中队完成特种作战任务。主要的任务除了反劫持、反劫机，以及平常我们负责我们的反恐以及我们的反突击等任务。模拟特军特工人员渗透占领高雄重要的寿山雷达站，通信设备去互破坏。海陆特勤中队接到消息，就随进行攻坚，破门救人，甲雷达站抢回来。机动雷达车接手扮演海防之间，引带攻略快艇对敌军军团发动攻击，消灭来袭敌军。共军的舰艇经过台海中线以西的时候，像是辽宁舰或山东舰，所以我们的雷达站都侦测得到吗？我们包含南部还有外岛雷达站均可以掌握，有效的掌握。连续弹着目标，海军特勤中队进行实弹射击演训，无论是底枪也是冲锋枪，或者是散弹枪，拍到人拢是准。春节进前，三军进行加强战备操演，要让台湾人会当安心过年。另外，空中救护队一只 UH-60M 乌鹰直升机不幸伫咧1月初发生事故，造成参谋总长新一并等8将士殉职。不过，根据政府采购网站上新的资料显示，空军家己第4战术战斗机连队公开招标 UH-60升军典礼观礼台，为上驾驶租赁案16发标。外界推测，空军接种的脚步是无停过，计划2月份举办乌鹰直升机的升军典礼。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看到了香港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仔日去到立法会接受议员的质询，泛民派议员的质询是逐句拢见骨，也批评香港政府故在香港警察伫咧胡乱来。不过林郑月娥无认为警察有做啥物唔对，也呼吁香港人爱遵守一国两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6到立法会出席答问会，这是伊今年来头一摆到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泛民派议员炮火真强，国民党杨岳桥批评伊纵容警察队，对警察暴力当作无快。也不过伊回应，无认同过去7个月有出现警方的暴力行為。我係唔接受有人形容香港喺處理呢一場持續咗7個月嘅社會動盪，係出現咗警暴。如果喺冇人犯法嘅情況之下，警隊係根本唔需要執法。伊認為過去一直有人甲警察隊抹黑甲妖魔化，面對多款條例修例引發的一系列抗爭，到即陣也無完全平息。而清北境的民建聯議員提問，指出少年人煩惱2047年了後，一國兩制變做一國一制。林鄭月娥是就此呼籲外界遵守一國兩制，就我都來相信2047年了後會改變。有充分嘅理解同埋貫徹呢個一國兩制嘅方針，係符合香港居民嘅利益。就有足夠嘅理由相信一國兩制係會行穩致遠，2047年之後呢係唔會改變嘅。進前來台灣觀選的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前發言人張坤陽投資香港媒體，指出立委會建議設立禁止香港惡棍入境的名單，並且向伊索取侵犯人權的這警察名單，有了這人的正做頭一批受制裁對象。我們都會考慮進一步的研究與評估，並參酌國際社會的做法，審慎來處理。台灣一直有相關中國人權記錄不良的名單，對於中國到台灣人士特別嚴格審查，也過欠缺對香港人權惡棍的資料庫。立委會表示會進一步來評估，審慎處理。記者綜合報道。中國最近針對伊卡人士卡律師，佫開始抓人咯。去年12月13，中國人權律師丁家喜等人伫廈門聚會討論政治局勢，說予中國政府認定是顛覆國家政權、反共產的行為。這掛人也開始互抓去。警方也講，伫張忠順因兜抄到200多粒的槍支，不過張忠順的查某囝佇網絡發文，強調伊的老爸是去互冤屈的。
警方不告知基本案情，也不能明确告知家喜是涉嫌什么罪名被抓。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家后罗胜春面色沉重，透过推特所翕的影片，说明家己的翁婿丁家喜伫2019年底被失踪，受到当局逮捕。也毋过警方第一时间却讲袂清楚到底是犯什么罪，一直到初10顶礼拜5才被通知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不知道怎么编造罪名，就把人先抓起来。不知道怎么编造案情，便不让律师会见，滥施酷刑、刑讯逼供、强加罪名。丁家喜今年52岁，是中国热心公民运动的律师，捌因为参与新公民运动坐到3年半。2019年12月13，伊甲一群违反人士伫厦门聚会，讨论时事政局。想不到中国当局成立1213专案，26号伫每一个省份点回大抓人。2月26号，他刚刚又坐牢了，仅仅是因为20多个人在厦门大家聚会一下，讨论一下公民的一些想法。靠外文件陆续流出，其中前山东现代大学讲师张忠顺的查某囝伫推特发文，爸爸被警方陷害，讲伫厝内底超出245粒的枪支。目前丁家喜、张忠顺等人拢被定调颠覆国家政权，受到指定起诉监视机制。为字面上来看，亲像被软禁。也毋过海外民运人士拢知影，这秘书被秘密关押伫乌港衙。这听起来好像是监视居住，其实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可怕的单独关押。为了唤起国际关注，丁家喜的朋友柯志勇也家己拍影片，到外界讲抓人的进展，并且指出2015年中国发生的709大抓人事件，被指定起诉监视机制的律师、维权人士，拢经过酷刑逼考检。外界拢烦恼厦门聚会将会是709案的翻版。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台湾一定赢！体育署中华职棒加棒球协会伫下晡召开记者会，公布奥运棒球最后资格赛6抢1教练团的部分成员，其中洪一中搁再担当大，接做这回总教练。同心协力。前6抢1比赛主办权已经过去啊！棒协理事长高仲亮、中职会长吴志阳为调组上强中华队，搁再握手斗阵拍拼。今日前好消息是12强了后，原本坚定外国带队的洪一中，总算是答应要继续带兵了。富邦集团是非常肯定我们去年整个中华队的一个表现，也希望能够让国人能够放心，所以他最终是同意洪一中总教练来续任那洪总也同意了。吴志阳当场宣布部分教练团的成员，也过除了郭建林、吴俊良、高志刚，其他拢要等行政组织来确定。而棒协理事长也是中信兄弟队头家高仲亮为无罪，却是坦白讲，这摆组队困难真多。对于中信兄弟的王建民、裴正明是不是会加入来列入，伊也无讲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困难重重，很多细节的我们必须要再努力。话不多说，先解决问题再说。我们共同努力。今天不太一样，可不可以给我点保留的空间？我去努力看看，好不好？我会去拍拼看卖，也个吴志阳强调，总教练看带队需要组成教练团，拢搁再去询问，而4支球团拢愿意配合。不过，有桃园队新任总教练张浩基加教练蔡玉祥已经表明未加入，桃园队应该袂伫这摆教练团的名单内。记者综合报道。铁路局又要促进台湾、日本双方的铁路观光，新竹台湾车头加日本的录音站，在16结做青梅仔车站，希望会当伫观光经验互相交流，做伙来提升。3、2、1，请启动。启动仪式，和新竹县台湾车站边的列车转车盘慢慢的动起来，代表台湾车站甲日本铁道陆运站正式结办为姊妹站。台湾车站早年以载三部载甲拖团为主，随着任务检测政策甲碳空壳甲转型成客运为主，近年来更加发展成观光型车站。开始呢是产业为主的运输功能，
可是呢，在这几年来，台湾各个方面，经济啊、民生啊，甚至人的转动啊，就现在改为跟内湾的商圈配合，成为观光路列车。这摆台地双方结办为姊妹车站，上主要是双方车站，无论是历史、人文风情，真侪所在拢真像。未来双方车票也可以当互通，希望对台地双方带来更较侪人来观光。台湾的车票可以去日本用，那日本的车票可以来台湾用，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交流，互相做一个交流的一个使用。まず観光客が両駅に来るような仕掛け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で、それが終わりました今度小学校の交流、地域の交流の方に発展させ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日本有因铁道是位于日本鸟取县，伫1930年开通。除了载客，也提供运送包载等服务。结拜姊妹车站了后，除了票务交流，双方会伫经营模式上互相交流，毋望达到双赢的效果。记者做报道。伫桃园县一名育英国小的学生囡仔，因在过年前甲因种伫学校的有机菜色送到高雄园区，希望甲因会当来做伙分享，这也代表着有量才有福。亲手种的有机高丽菜收成啊，学生拢真欢喜，拄翻土保种，到家己做天然的肝汤水，还佫有机肥料。桃园观音区育英国校的囡仔种的菜，全部采用有线无毒的自然疗法，那食了真安心，而且嘛是真健康。学校的菜都是用有机农法种植的蔬菜，很好吃。然后我还有拔萝卜，很有成就感。都用辣椒水来驱除虫。真细致的鸭水、鸭肥，用心伫咧照顾当地生长的菜，从温室种菜到回波种菜，创造出有美感的会当食的地景家。校园爱囡仔伫咧生活甲实作当中学习友善环境，嘛培养正确、安全啊，佮健康的食食概念。世界上只有健康可以让时间变慢哈。那在种菜的过程当中，也体验到它跟大自然的接触。我们采用友善土地的方法。这边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一些弱势家庭，那也在偏乡地区。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自己不但可以生产，也能够可以回馈给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旧历过年之前，囡仔甲亲手种的无毒的健康高丽菜送去互在地教养院。平常时嘛，甲收成的菜摕去义卖，再甲赚到的钱来去帮助其他的弱势。因毋若种菜家己食，嘛透过种菜甲分享，学习回馈甲感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高中的广告设计科，因的期末考竟然是未来监考的老师。老师也讲，这是考验学生的北赖。虽然这款真活的考试方式真有挑战，不过学生的表现，老师也感觉真满意。桌顶一张一张古锥画派的素描作品，说全部拢是考试的答案。台南高中广告设计系2年，这届考试的题目就是利用 Q 版的表现方法，甲监考的老师画出来。我会加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那可能就会跟别人的画不一样。每位老师在我心中都有不同的印象，因为有些是那种很凶狠的，有些只是外表凶狠，但是内心是蛮温柔的。画图的时间超时50分钟，而且考试进前，学生都唔知影讲监考老师是啥物人，就是要考学生现场的反应，而且实际作品嘛，让老师感觉真趣味。他们就一直看着我，然后开始笑，那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有一位同学跟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站到前面去？”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叫我看题目，我才知道原来要画监考老师。出题老师强调讲，表现机会是实作的课程，当然嘛，甲一般纸笔考试国文、英语是无共款的。我觉得考卷不该停留在那个还是是非选择问答，应该可以很多题型可以跟生活还有你的学习做连结。手画实作画一张图上无爱2-3点钟，而且搁爱伫考试时间50分钟以内完成，可能有一点仔严格，毋过就是要让学生结头壳，而且这款的考试题目，嘛互老师笑讲未来监考拢爱写多一个，就当知影讲监考老师，迄当阵一定感受到真侪学生真热情的眼神。记者综合报道。人人叫伊是徛琴老人的李德音老师，甲伊老爸梦想爱伫金架头，伫台湾各地头演奏徛琴，伊也伫台湾各地头做期间去过150多间的偏乡小学，伊也希望用音乐来感动人的心肝。
摆搭啊分出来的声音有影真优美，囡仔是拢听甲真入迷。互人叫做是徛琴高人的李德音老师，伫咧台顶演奏这条日治时期的台语流行歌曲《有夜花》，伫咧金门文化局演艺厅内底，大家是拢听了真感动。结合中型也阁有小型的巴尤林、甲葫芦豆、徛琴，也阁有迪拜达拉，互这条流行歌曲有了无同款的生命。李德音老师进行巡回之旅，把这的音乐载到500间学校。最近伊也来到金门，邀请朋友甲花莲县的康乐国小小朋友做伙演奏。这也是李老师完成超过160场的巡回表演。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金门。分享我的抒情给所有金门的好朋友，那也受到金门所有的学校的师生呢，他们热烈的欢迎，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李德音老师出世伫咧徛琴世家，为着要延续爸爸想要甲徛琴音乐早起台湾各地头的梦想，伊怎开始规台湾走爬爬，甲这的音乐早起各地头。一个人担要我40公斤重的徛琴，即阵已经行超过150间偏乡的小学啊！伊希望用轻音和搁较侪囡仔做朋友。记者综合报道。伫云林斗六有一区是因为日本警察宿舍经过整修了后，进购文创团队来营运，常常也举办文艺活动。最近也开一间真有古味的册店，若看字，若听唱盘，实在是真特别。坐喺榻榻米顶面，听到曲盘，看到册，来到斗六运动街快闪册店云漫制造所。虽然只有小小一间，但这间快闪册店是过去警察宿舍改造的。这处以复古曲盘为主题，要请游客行入运动街。蛮惬意的，有一点日本的那种感觉，很轻松自在。特别是下午时光来的时候，我记得附近好像还有一些甜点或咖啡可以喝，就可以享受一下你的T台时光。运动街文化古老日式的木造建筑群，落成在西元1937年，过去是警察宿舍，但后来荒废。这几年经过整修，佮加入文创团队的营运，无定期的在这举办义文活动。这届快闪册店的进驻到2月9号。希望可以主打一个比较复古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是以黑胶音乐作为我们这次的那个快闪店的主轴。对，那也刚好在1月29号，刚好就是我们云林的地方情人邓丽君她的一个纪念日，所以我们也会在过年的初3到初5，就是在云中街办这个相关系列主题的活动。文创团队表示，来到这唔有曲盘会当来听，册店嘛收集真侪云林相关主题的册会当来看。所来春节期间，卖举办曲盘音乐会，要邀请民众做伙行入斗六运动街，来享受浓浓的怀旧风情。记者为你报道。经过3任市长规划了的台中帝国制糖厂，航马30年后总算完工了。这栋建筑物真有历史，未来会成做台中产业的主题展览区，嘛有食食加单位，希望会当替老建筑增添新活力。台中市东区的历史建筑帝国制糖厂，伫咧放远大约30年了后，经过3任市长的拍拼，重新开放予民众参观。这个制糖厂呢，过去在台中的产业史上，在我们的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整修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帝国制糖厂是1935年起的，原本是日治时期帝国制糖都市会社的台中营业所。二战了后，台糖接手。1990年，因为产业重心转移停厂，20几年来变做蠓仔馆，无人咧行搭，所以台中市府就透过都市计划，除了修复历史建筑、调整土地使用，嘛用帝国制糖厂这个名，把历史完整保留落来。另外，糖厂内底阁有规划罢工展览，甲一人手作，透过展览来甲民众了解台中的产业发展。有关职人互动的那个区块，因为现在很多沉溺于在这个手机的画面，所以我们邀请的这些职人，他是亲手做，所以他可以在现场跟参观者产生一个互动。即卖帝国制糖厂，唔单单是历史建筑，展览内底糖米、工具机械等等，互民众亲身看到台中产业的过去，嘛透过现场手作亲身去体验，希望互来参观的人有独一无二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气象预报讲，互您知影。北部地区对14度到19度，
中部地区对14度到23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0度。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今日时间咱再会。Thank you.